海2025年新樓總成交量15202套，咁究竟邊10個盤賣得最好呢？睇下有冇你心水樓盤喺裏面。第10名，斗門世榮上官網簽咗330套，作為這案少數嘅新項目，之前賣緊16000蚊一平方，依家1萬出頭就有交易啦。樓距夠晒闊，環境靚，唯一短板就係樓下生活配套未完善，中意寧靜嘅朋友可以考慮下。第9名，斗門湖心路嘅湖州家園網簽咗360套，呢個盤交標標準高，拎包入住冇問題，但係價錢亦都係斗門嘅天花板，要16000蚊一個平方，屬於物美價唔廉，仲要留意部分兩梯5戶北朝向嘅，如果介意嘅朋友咧就要三思啦。第8名，新香洲華發香山湖畔網簽咗368套，小區檔次高，但係淨係得2棟樓，其中一棟仲係超高樓層，總共900套單位，依家仲有500幾套未賣喎。新香洲遲下仲有競爭對手㗎，唔使急住入手，可以慢慢揀。第7名，十字門嘅中海環宇天下網簽咗383套，20年地王項目，依家主推 A 地塊2梯6戶，仲未對外開放，均價3萬蚊左右。雖然價錢唔平，但係都有好多街坊買單。中意核心地段嘅有錢佬就要關注啦。第6名，都新區銀灘豪場搬遷安置工程網簽咗506套，不過呢啲係安置房，今次我哋重點係商品房，直接跳過。第5名，華發橫琴帶橫琴匯網簽咗509套，25年初華琴唯一一個新項目，短短幾個月就賣完啦。依家剩低翻啲貨尾，但係價錢稍貴，得房率100%，樓下配套齊全，想入住橫琴嘅朋友值得考慮。第4，金灣區華發金灣府網簽咗540套，金灣第一個得房率100%嘅項目，年初推出嘅時候吊打周邊嘅小區，小區環境戶型都唔錯，但係比較密集同埋期房，過年前會加推9同埋10棟，中意金灣嘅朋友記得留意啦。終於嚟到前3名啦，第3名，高新區華發珠海灣網簽咗632套，珠海第一個第4代住宅嘅設計啊，交標戶型都好吸眼球啊，開盤23000，依家下調到21000，目前仲未交樓，好唔好住唔知，建議等街坊入住咗之後嘅真實回饋先至再決定。第2名，十字門華發灣大1號網簽咗679套，半年嘅銷售量已經超越咗舊年嘅全年喎，8月底賣得788啦，好產品降價有人買，依家剩低幾套200平嘅大平層啦。如果中意核心地段大面積嘅朋友咧，記得要關注啦。冠軍出爐啦，就係華發嘅琴澳新城啦，網簽咗1190套啊，每個月都係榜單嘅第1名，真係實至名歸。不過因為佢包括多個小區嘅統計啦，有少少唔公平，而依家在售嘅都係剩餘嘅房源，價錢比之前有啲優勢。如果想執平貨嘅朋友咧，記得要注意啦。總括嚟講，2025年珠海嘅樓市，街坊已經唔係淨係貪平貨，反而會中意一啲優質嘅項目。各區銷量擺明車馬，優質樓盤先至係主流。如果覺得呢份榜單有用，記得收藏轉發，關注我。